在那一场战役当中，很多朋友就这样离开了。有一个朋友，大学认识的，不是我们这个学校，一个布农族的朋友，他驱散了他们村庄的人，他要回去再去驱散第二波的人的时候，还被那些水给带走了。那自己在去救灾援灾的时候，然后也看见了一些现象，然后很心痛。但是其实写的这首歌，除了是缅怀以外，也希望大家能够坚强起来。这样，这首歌就是在那个时候写的，然后也2、3年了。这首歌我很少在公开场合唱，是因为今天为什么会唱呢？因为我没有歌了，不是，就是是因为其实也是有理由的啦，是想说，我相信台下有很多人，就有些大部分也是第一次，有来听过我们唱过歌的，那有些是第一次来，那都好。那我们自己也是在原乡服务啊，然后自己也是很重视自己文化的一群年轻人这样。然后我们去帮忙嘉南地区啦、太麻里地区的时候，走一走，然后就前面的老大哥就说小心，我说怎样？你看你的地上，我就看没有这样白白的石头，那不是，那是警车的上面。你们记得有一台警车，然后2个警察被冲走的那个新闻吗？大家都忘记了。然后我就踩在那个警车上面，然后还是蛮惊悚的这样。也蛮悲怆的，然后就写了这首歌叫《莫拉克》，那时候唱给嘉南的居民，他们也是哭啊，对，因为会想起亲人。那这首歌现在转换心情，希望祝福那些在天上的朋友们，祝福他们来不及过的爸爸节，送这首歌叫《莫拉克》，谢谢。你还记得吗？那一夜，无情的大雨将大地摧毁，美丽的家乡，刹那间被土石流带走一切。在森林的生物，它开始流浪。